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娛樂快訊。首先預祝大家母親節快樂。今日呢一集好啱母親節氣氛，又有星味，又有暖心位，仲有少少八卦。主角就係中年好聲音3亞軍張雨晨，由細個2歲已經識哼上海灘，到依家事業起飛，開音樂學院，再到馬場做星級嘉賓，全方位展現暖男音樂人嘅魅力。今集同你一次過講清講楚。一講到母親節，相信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諗起屋企人，張雨晨都唔例外。最近佢就上咗港台節目《舊日的足跡》，同身在馬來西亞嘅媽媽陳寶雲隔空對話，分享一家人由細到大嘅點滴，畫面真係好溫馨。節目入面，雨晨不斷多謝媽媽呢幾十年嚟嘅付出，話自己依家最想嘅就係可以令媽媽過得更舒服、更開心，仲再三同天下所有媽媽講一句辛苦晒。呢啲說話唔使特別煽情，已經好入心。張媽媽嗰邊都有好多回憶要講，佢笑住爆料話，雨晨2歲已經會跟電視機唱劇集歌，連成首上海灘都可以哼到。3歲開始學華語歌、閩南歌、泰文歌，仲會主動要求陪佢一齊上台表演。一出到台已經好有觀眾緣，試過俾歌迷派利是、送金鏈，細個已經聲味十足。不過細路仔太早登台，都曾經引嚟閒言閒語。有人話佢係母女，唔識教仔，甚至質疑張媽媽借仔揾錢，令佢好唔開心。曾經一度收聲，唔俾雨晨再登台。呢啲誤解對一個單純想唱歌嘅小朋友，同一個為生活打拼嘅媽媽，其實都幾殘忍。而家睇返當年被批評嘅母女唔識教仔，原來先係成就今日張雨晨嘅關鍵。冇當年喺台上台下嘅磨練，就冇而家呢個一站上舞台就好吸引嘅中3亞軍。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講到媽媽，點可以唔提中年好聲音3決賽嗰晚？決賽喺啟德體育館舉行，啱啱就喺母親節前後。雨晨喺台上面憑住實力奪得亞軍，台下嘅張媽媽感動到流晒眼淚，仲話呢個係我最好嘅母親節禮物。嗰晚後台訪問入面，雨晨拖住媽媽隻手，一邊笑一邊喊，話自己由馬來西亞走出去，去台北打拼10幾年，做音樂真係唔容易，成日報喜不報憂，令屋企人幫佢擔心。而家終於可以喺一個咁大嘅舞台，親口同媽媽講，你嗰份夢，我幫你圓返少少啦。嗰種感覺真係幾百個花牌都換唔到。自從喺中3爆紅之後，粉絲仲幫張媽媽改咗個超級親切嘅新稱號，奶奶。每次奶奶出現，場內啲神粉都會瘋狂歡呼，變相多咗一位暖身星媽喺粉圈助陣，連母親節都自帶話題度。講完事業同親情，梗係要八卦一下大家最關心嘅感情狀況啦。張媽媽喺節目入面好坦白話，屋企孫仔孫女已經成群結隊，加埋2位新抱、1位女婿，加上6個孫仔孫女，自嘲已經抱孫抱到手都酸，所以完全唔急住催雨晨結婚。仲有一個好好笑嘅畫面，張媽媽話以前雨晨拍拖嘅時候，女朋友成日上嚟佢屋企幫手煲湯，陪佢傾偈，但雨晨就躲喺房度埋頭做音樂，忙到完全唔記得要陪女朋友，搞到張媽媽都忍唔住敲門提醒，喂，你咁唔得，帶女朋友返嚟，點可以淨係俾人陪媽咪？畫面即刻好有畫面感，好啱拍微電影。至於現階段嘅感情狀況，雨晨自爆自從2012年分手之後，一直維持單身，依家專注事業，短期內冇拍拖計劃。佢之前講過一句，愛唔應該有局限，曾經引起好多揣測，但佢澄清自己講嘅愛係一個更大嘅概念，唔只係拍拖或者婚姻，而係希望將愛擴散到更多人、更多事，以至整個社會，用影響力去傳遞正能量。婚姻方面，佢話自己一切隨緣，冇刻意規劃時間表。不過講到將來做爸爸，佢就好有畫面咁笑言，擔心自己太嚴格會變成虎爸。話而家啲侄仔侄女見到佢都會有啲驚，唔敢亂嚟，似見到老虎咁。聽落好搞笑，但都感受到佢對下一代其實係有要求、有期待嘅一面。至於理想伴侶條件，雨晨講得好實際，對方唔一定要識音樂，但一定要有自己嘅獨立思想，懂得照顧自己，識煮嘢食。最重要係孝順同懂得顧家。用一句說話總結，就係唔求華麗，只求相處舒服，價值觀啱。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
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事業方面，雨神喺比賽之後並冇停低腳步，反而愈戰愈勇。最近佢就聯同屬中年好聲音3嘅戰友李豐恩一齊喺新蒲崗開設音樂學院，正式由比賽選手升呢做老師，加上音樂監製。開幕當日星光熠熠，有米雪、陳淑芬送花牌之餘，仲親身到場支持。同佢合作過音樂劇《娛樂圈夫人》嘅陳友，亦帶埋兒子、新抱同2位餅印孫仔孫女，一家5口幫佢撐場，場面相當熱鬧，好似一個小型同樂日咁。米雪喺現場接受訪問，話自己由中3開始已經好欣賞雨神，仲講到明希望6月自己入行55週年演出時，可以邀請佢上台做嘉賓。陳友就更加落實行動，即場話會安排孫仔孫女報名做學生，仲叫孫仔 rap 幾句俾2位老師聽，場面又得意又窩心。學院課程方面，雨神就強調唔係淨係學唱歌咁簡單，初階班會有導師陪住學生練歌，但更特別係高階內容。佢同李豐恩會以音樂監製角度教學生點樣揀歌，點樣評估自己表現，點樣設計一場完整嘅演出，好似幫學生由素人 upgrade 成為可以企上舞台嘅表演者咁。面對圈中越來越多人投身音樂教學，好似周吉佩、吳業坤等，雨神完全唔擔心競爭，覺得大家各有做法，反而係可以令整個市場多啲選擇，學生受惠最大。佢仲笑言，有歌迷話想一邊追星一邊學唱歌，佢都唔介意，只要肯學肯練，佢都會認真教。除咗錄影廠同音樂教室，最近張雨神仲出現喺另一個好有香港味道嘅場景——馬場。飛輪系馬主沈慧林日前就喺賽馬日入場，為爸爸沈麥玲名下賽區打氣，特別邀請咗好朋友周星馳家姐周文基，仲有中年好聲音歌手張雨神一齊入場觀戰。幾位同笑必勝，馬主何朝剛合照，笑到見牙唔見眼。沈慧林本身係飛輪日上馬主之一，而佢爸爸沈麥玲已經係資深馬主，多年嚟為香港賽馬運動引入唔少良駒。其中飛輪閃耀仲贏過級制賽，戰績亮眼。今次再加埋雨神呢位人氣歌手助陣，完全係馬場同娛樂圈 crossover， 令到一個普通賽馬夜晚多咗幾分星光同話題性。可以見到比賽之後嘅張雨神唔單止留喺音樂圈入面發光發亮，仲慢慢走入唔同社交圈層，無論係演出、商演定品牌活動，都好有潛力成為新一代人氣音樂暖男代表。提到未來計劃，雨神就講得好明，依家係事業衝刺期，感情可以放一放，最想係喺音樂上再衝高一級，利用而家得嚟不易嘅影響力去鼓勵更多人，將愛同正能量傳得更遠。除咗歌手同創作人身份之外，佢仲有一個新目標，拍電影。雨神話好想挑戰平時完全唔會接觸嘅角色，好似殺手、奸角呢啲反差位，希望喺戲劇上面發掘另一面自己。亦用唔同嘅角色故事去共鳴更多觀眾，由2歲喺電視機前面哼歌，到19歲喺大馬選秀節目奪獎，再到離鄉別井去台北做幕後，差啲放棄音樂夢，最後又喺香港憑中年好聲音3翻身。呢條路唔容易，但好真實。而家嘅張雨神既係舞台上嘅實力唱將，亦係一個懂得感恩媽媽，願意分時間教學生，又肯大方分享自己故事嘅暖男音樂人。好，今集娛樂快訊就同大家由舊日足跡講到音樂學院開張，再去到馬場星光夜，睇晒張雨神近期3個最 hit 嘅熱爆話題。無論你係神粉，中意睇中年好聲音，定係純粹欣賞呢種愈捱愈硬淨嘅音樂人，都可以留言話我哋知你最中意佢邊一面，係孝順仔、老師，定係未來嘅奸角演員。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小鈴鐺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最新娛樂快訊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